你問我買邊度近住關口？買呢度，直接住喺關口。總價90萬起就可以擁有全球唯一 4D 海景同埋360度嘅海景頂級豪宅。仲記得嗰句買樓嘅黃金法則嗎？ Location, location, location。呢度係真正嘅口岸物業。花費10年上千億打造嘅港珠澳大橋，成為你嘅窗外嘅景觀，認真有 face。樓下有10萬方嘅口岸天地商業，從屋企出發，唔需要日曬雨淋就可以盡情吃喝玩樂。內部打造東南亞海島度假風情園林，空中海景花園。如果你有好友來訪，一定要帶佢哋嚟參觀一下你屋企嘅1000億背景牆，分享下大橋嘅榮耀。215平4房，一線睇海景，10.5米闊嘅闊綽看海海景陽台，超38米嘅觀海延展面，能夠盡覽港珠澳3地環海景觀，3面環視，每一戶都係直面海景，盡享海景、橋景同埋遠景。全屋更加能夠270度飽覽兩岸3地風光，3.6米嘅層高，車享豪宅嘅居住體驗。400幾尺嘅巨型客廳，無論係中西商務宴會，定係3、5知己美酒佳肴，都可以盡情享受。4個房間都可以欣賞到唔同嘅美景，滿足你3代同堂居住需求。住喺呢度一定可以人丁興旺。主人房仲配備咗圓弧形、大落地超震撼嘅玻璃窗，將戶外嘅美景引入室內。主人房仲有獨立嘅衣帽間，彰顯住屋主嘅時尚品味。最後點燃香薰，嚟返杯 XO， 浸喺浴缸裏面，望住出邊嘅萬家燈火同埋無敵海景，只能感慨呢啲咪人生。面積由430尺到2300尺，總有一款啱你心水。香港完成唔到嘅安家夢，喺呢度可以輕鬆實現。感興趣嘅朋友，快啲喺 WhatsApp 嗰度揾我睇樓啦！